营传奇。恭迎王者之席与冠军旗进场。王者之席与冠军旗由去年的冠军队伍台南大学护送出场。王者之席象征无上尊荣与傲视群雄的王者风范。连续12年的创意宋江阵头大赛，今天第3代王者之席将是一场激烈争夺战。集结阵头大赛历史的冠军旗，细则冠军队伍学校的不一样。年年相传，见证历年大赛光荣时。你怎么会自己往前？光荣时刻，王者之席风云再起，请将王者之席交还给武林盟主。王者之席重返大会，今天起王者之争又将是一番新天下，请武林盟主将王者之席置于座台上。重返大会，冠军旗代表着宋江文化的传承，期盼各阵头能以不断进取的决心，团结合作，获取最高荣耀。今日在武林盟主见证下，第3代王者之席登场，哗众取宠，请加新天下的王者争霸战。谢谢台南大学。台南大学优秀，要教书了，宋江镇这么厉害，好棒哦！在高雄内门顺天宫这边。因为有你，为爱斗阵。2016全国创意宋江阵头大赛第1天、第2天出赛，参赛队伍进场。